的身体健康真要紧的大代志。来看国健署的统计，去年因为磷癌死亡的女性2913个，平均一天拢有8个女性因为磷癌失去掉宝贵的性命。医生是建议45岁以下女性爱定期来做检查。啊，讲带着磷癌的女性是愈来愈少年，有医师来分享个案，有一个30多岁女性，乳房是红肿烧痛，受讲是发炎旁受用，一直到用抗生素来治疗嘛无效，才发现是带着真罕见的发炎性的磷癌。因为发现的时阵已经超过第4期了，救无转来，2年后就过往了。家庭爱医疗担任2022年磷癌防治公益大赛，会有查某囡仔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因为根据卫生部统计，磷癌是台湾女性头一名的癌症，平均每天有31个人确诊。就医师分享，一个30岁小姐，因为正病的脸红肿烧痛、干哈啦，佮拄好皮肤挂着伤，护士含伊拢叫是空嘴感染着旁受性组织炎，结果食抗生素拢好袂离，才发现是得着真罕一款肺炎性磷癌。发炎性乳癌大概发生在年轻人比较多。那发炎性乳癌有时候会被疏忽，是因为在这样年龄发生这样乳房的变化，会以为是因为哺乳或者其他原因引起，但是因为它本身如果是癌症的话，对这个抗生素是不会有反应的。少年女性还得到这个病，肺炎性磷癌和别种磷癌无同款的是，看伊外表就开会出变化，不过因为开含磷酸盐母唔对，所以发现的时阵，事实上已经是尾期啊。那这个发炎性乳癌的话，它因为非常严重，而且恶性度很高。那可能来的时候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器官了。用抗生素治疗，镜头无改善，恐惊就是肺炎性磷癌。医师提醒女性一定要提高注意，因为台湾得癌的人哪来哪济，110年因为癌症死去的女性超2万人，内底2913个人拢是得磷癌，平均每天有8个人因为磷癌过身。台湾女性生活惯势和得磷癌的人愈来愈少年，45岁以下无补助，不过逐年爱检查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加上爱食落口，嘛较得癌，所以提醒民众拢要随时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，治疗时阵才袂慢一脚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